世界万行街，拢伫咱台湾新港界。观众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吴平前，这台北街头双连陂，头前遐入去就赤红街，迄边嘛赤红街，这南西双环，这所在最近发生了去用抗争、去用抗议讲啊，袂使做生意，人的生活要安怎铺排，生意要安怎做，会当和谐共生。在遮册店的头家汤姆要甲咱讲，甲大俊高的故事。你认为一条大沟敢有通啊挽救一个商圈，而且也有可能挽救一个城市无？这有一个戆人啊，就是我头仔讲的，这汤姆这个戆人来上过我的电视吼。头仔我小可甲问讲，啊你已经册店敢有通啊balance？伊讲，那伊家己薪水无算是有balance啊，吼。但是你讲啥？讲你是来生活的，唔是来趁钱的。来生活，唔是来趁钱的啦。所以来当做迄个店面是你自己的啦。是。所以这条沟嘛，当做恁兜自己的。是先来先有这条水沟啊，再开这间店。因为逐工爱来看水沟啊，过水沟啊。所以你是先看到这条水沟啊，才来才开册店。是。先过水沟。你甲咱讲，迄阵时。应该我所知，这是1918年所兴建的这个，这是1912年。1912年，咱总督府，日本总督府伊甲双连埤，本来双连的名是一个大的双连埤，伊甲埤水排搭，排搭了后做新的灌溉，甲排水路，这条是迄当时的排水路，所以超过100多年的历史啊。迄阵时本来是拢砍起来。战后因为台北市人多嘛，牛埔啊最上尾啊，迄个水田个拢拆了后，拢变成迄个客难建筑。迄当时迄个水沟伊个丧失功能而且咱住伫面顶的人，咱迄当时嘛无办法做啥物污水系统嘛，啥物垃圾水沟为水沟现在看挂才讲。所以这个水沟污名就开始就该看挂变咯。即摆才有机会再该重新该掀开。咱知影吼，尤其大家伫网络顶头拢能查着，迄阵是建商，还是咧哦？迄当时是水利处水利处，伊个下水道紧急抢修工程去挖着的。伊下水道，伊要去创这个水路，要来修理，要来重新。是，伊本来甲补路遐破一坑，你顶就叫人来修，修了是挖了，不得了啊！内底个看到迄个铁桥啊。铁桥啊，迄个河岸，迄个过去日本时代的工法啦。人字工吼，下骹是石头哦。面顶有红砖啊，红砖啊应该是战后人伫这面顶要加盖的时阵，搁起的，搁贴起来，搁贴起来。迄社区当时就想讲，这是毋是迄个牛埔圳？因为我做历史地图来研究，我过来看，伊讲这毋是哦，毋是牛埔圳，不过伊。甲牛埔圳同款有价值，因为伊拢是1912年甲埤水排搭以后新起的路。牛埔圳是迄个积水路，这是排水路。而且排水路的设计，伊爱贴合过去双连埤的河岸，所以像咱即卖的位啊，伊个接近咱过去双连埤埤头。这是重点哦。你。甲这个双连埤的水甲排好搭，但是爱互伊本对伊的地势嘛是还阁安尼啊，所以你来引水路，但是伊边啊阁开一条水路。新开的水路是爱较悬的，迄是积水路，较低的排水路。较悬的积水的，积水，较低的排水路，咱个往迄个伊本身的河岸来修，安尼上新工。所以咱会使讲，咱即摆徛伫个过去迄个双连大埤的北岸。咱徛这北平就对啦。对。所以这以早迄阵时啊，江建町。江建町就是吼，迄个牛埔大排修好了后，咱1920年台北市丁民改正的时阵，牛埔啊，市区改正，市区改正，啊，这寡郊区就开始变市区，
唔叫玉成町、宫前町。玉上町啊，宫前町。啊，伊的分界就是迄条有波仔的大排水。哦，所以这真有历史感呢吼。对，整个都市的这个开始，啊个改正，甲改正，啊个再后咧更新，啊到有一日咧你无小心甲伊拍开，啊拍开了啊故事过来啊，想讲哦拄着。啊，拄着较少年呢，我拢唔知影水沟的代志，50岁唔知，60岁无唔知。即看到讲哦，这就是水沟啊，这是啥物？啊，拄着80岁，迄日本时代出生，伊个甲你讲故事。哦，细汉有这条啊，迄当时啊足清气的啊，啊囡仔佫会伫咧面顶跳来跳去，伫咧遐耍啊。啊有一间风台顶，囡仔佫摔落去，啊摔落去有要紧无？啊讲无要紧啊，咱个过中山北路，甲囡仔扶起来。迄当时啊。水沟无看过，去到中山北路甲扶起来。嘿，过中山北路甲囡仔扶起来，因为水沟无看过。所以后来，咱这社区的民众，敢有同意你这个想法，讲那个保留了。啊，一开始是连文化局拢叫阮家砍开，伊讲你无砍开，你网啊什么问题，各有问题。啊，这社区足古锥，因我想要家留的。啊，留的你真正有这块问题，啊，咱个一件一件来解决。咱水质的问题，咱个甲这个店家好好讲，咱个最好来解决。排水管拢接无好，咱迄洗碗洗菜莫留落来，慢慢变清气。啊，网啊，你看咱这规排拢是迄个杜秋芳啊、薄荷啊、迷迭香啊，拢驱蚊类的植物。啊，内底咱有放太阳能光电板，迄是太阳能的灭蚊灯。啊，个内底咱有源流域鱼苗富裕计划，就是甲规定。去迄个下游啊，放一寡鱼啊，而且坑的，啊，互伊去食网啊，会解决，嘿，这有影呢。我徛喺遮徛超，看有20-30温啊无？啊，也袂放假。无啊。哦，我这吼上歹皮吧，上容易钓网。啊，而且这大部分的迄个下晡时啊，有的迄是网树啦。网树啦。嘿，啊，这个咱个较歹解说，啊，咱都市人拢较会惊，啊，讲这网树啦，啊，伊袂加人。网树啦。哦，这树丛是迄阵时种落来，还是本地就有？哦，这3年前迄个鸟仔来种的，这毋是阮种的，啊，这种3年，伊个生啊遮尔悬，啊生啊遮尔悬，个靠这丛树啊，我鱼啊拢顾会着。啊，去有庇应着呢。嘿。啊，无迄鱼啊，你夏天高温啊，啊，搁咱台北市的水质拢是有氧化，有当时淡水河、基隆河，一个夏天，一个下晡，哗，全部拢死了。哦，这天生天养的吼。嘿，天生天养。所以你，但是我感觉吼，这内面还佫有淡薄仔这个油。油对，还佫有淡薄仔油。这有诶，可能还佫2楼3楼，还佫无。嘿，2楼3楼。我想问一下，这是应该是市政府爱来做，还是？居民嘛爱斗相共，市政府爱来集合，啊，居民爱主动来接，嘿，爱来改善。哇，啊，这就爱看讲，大家有这主角，要爱这条，咱唔通讲伊水沟啦，吼，应该讲水路啦，吼。这讲水沟嘛会使，啊，只是咱即马咱过去咱讲水沟拢改连一个叫做臭水沟啊，啊，咱即马爱改去污名化。水沟啊，伊个大沟啊，社区拢叫伊大沟，啊大沟嘛有清气的过去啊，咱即摆嘛爱互伊清气的转来啊。咱是安怎特别来讲遮吼？因为我头仔讲，因为这条沟，吼啊，生出一个册店，生出一个网的，生出一个社区，啊乃至到讲整个咱的商圈开始有这个觉醒，所以吼一条水。会当引起大家思考，尤其像阮这个会所的人吼，阮过去生活环境出门，有当时就看到水沟，是，哦，看到圳沟，啊，真清，啊，真的这个青草味，哦，感觉人啊，闻到了心情啊清爽安尼。是，这倒秋芳，吼，哦，这哦，这放在菜边啊嘛，真正是，真棒。哦，这真好呢。厝边啊是有甲讲倒秋芳炒蛋袂歹食，我个袂晓煮。哦，啊，你册店来创个这哦，袂歹啊，倒秋芳餐。台北市讲阮袂使
做这个饮食啊。哦，袂使哈，啊，算是历史性的建筑，袂当做饮食。无，阮头前的路无到8米，所以袂使做饮料，袂使做餐饮。哦，是啊，是。咱这车路草就4米。这边搁较短啊，这边这个无到，这差不多1米半尔，真正算路的所在才1米半尔，啊，这个属于过来个树林的地，啊，这个迄个果尔采山树的地，嘿。哦，啊，那你册店头前遐6米，6米吼，然后5米4.5。迄赤峰街5米4.5，这拢日本时代留落来规格。我算就差不多算做3间的遐啦，日本的寸树，然后算一间吼，是，对，3间的遐啦吼。对。但是你上后尾感觉讲，你有啥物望啊？这条水路要甲变做啥物？我是希望讲，因为即马头前后壁拢在拄工啊，拄工进前，咱也甲建商来好好沟通。咱做建筑的，我知影我遮有一条历史的水路，我会主动甲伊留开。因为咱即马极端气候下，伊本身就是一个自风池哦，这2天拢大雷雨哦，你有看到伊马上满，啊，就慢慢来消。啊，这都市热岛效应内底，咱讲伫遮，这应该是规个中山区这个上凉爽的一个所在啊，所以嘛是希望讲，咱以后的不管咱的住宅，咱安怎来甲伊设计，咱会使保留这过去的水路的痕迹，这是一件真赞的代志。尤其吼，咱踮遐记小等下咱看，咱徛安尼对上这边吼，哇，这老钟树，对，老雀龙，吼，这老钟树踮遐，哦，啊，这看去，这小巷吼，边啊，这真马扎死吼，真是咱台北的情调地。做梦拢会梦到，做梦拢会梦到吼。是，所以以后吼，不得讲会搁开发啦，吼，不得讲会搁开发，但是。若是现主时，就是希望咱居民加市政府是，过来继续来努力去拍拼。哦，安尼大家治水嘛要挖，是。哦，安尼治水嘛要挖吼。上后尾我问你吼，咱遮吼，如果嘛要有观众朋友一个概念，咱徛伫遮，吼，正手要去倒位，倒手要去倒位。正面要去，后面要去倒位，因为吼，少年朋友可能也知影讲哦，赤峰街哦，啊个南京，咱用水的方向来讲，用水的方向，咱若一直流，会到林森北路，流遐林松北路，嘿，搁流喺特1號大排，就是新生北路迄个下骹迄条大排水沟，哦，迄个大排水沟，迄个是伊的下游，咱若为上游行，咱来平行迄个淡水线铁路行一段，迄过去迄铁轨路嘛，咱来平行淡水线铁路往南面行一寡，搁挖过去，搁往过一个崩坑，弄过一个瓮坑，过去就是赤峰街。哦，就往北行，嘿，往西边行。西边，嘿，伊是为西边流到东边，所以咱过去。迄边是西边。嘿，咱去西边赤峰街。哦，西边唱。嘿，阮迄拄着迄老先生拢会甲阮讲，迄过去迄个，你转过一个暗坑，就到另外一个世界。两边的囡仔会伫咧咱相认佚佗，去探险、大冒险。咱等下会用过会使顺着过去的水路，过去赤峰街来大探险。哦，所以啊，咱小人来探险者，来看讲赤峰街是安怎以后来呢？会变做拍铁仔街，是甚至变做阮少年时的台霸店。是哦，这条街这历史嘛真趣味哦。是，差不多。他们吼，咱即摆这边啊上过去吼，这档征收，你讲水沟是对遮来？对遮来，沿着铁轨路吼，沿着铁轨路行一段，拄着树啊正歪起过去。这有影呢吼，所以咱就感受讲，这地势较悬。无唔对。哦，这就才有材料，然后设计啊。嘿，这个铁路会比边仔的土地搁较悬搁较悬一。较压悬起来吼，较摊悬起来啦吼。摊悬起来，所以咱等者咱会模拟咱1944年的行的时阵啊，是咱咧这是大人过去的行的时候，要经过一个暗坑。才过赤峰街，敢若一个迄个崩坑安尼啦，吼，一个暗坑啊，行过去。个差不多一个头前遐，
咱来头前啊。好。这个位啊下骹。暗康伫遮下骹。嘿，对。哦。啊，对遮两个。嘿，咱对遮两过去。水位遮来。哦，遮啦。嘿，才有通对着路啦。嘿，水位遮来。水位遮来啊，吼。啊，伊到即摆这下骹嘛是还佫看大地啊，吼。嘿，还佫是水利地啦。啊，有看大无看大，内底还佫伊讲偌济，阮我唔知影。嘿，这无机会甲学过。对遮行嘛，吼。对遮行。走下去才会有惊喜。行落去哦。嘿，面顶写的，少年人话。啊，迄个水沟啊，为这建筑的夹缝内底，安尼过来。嘿，有趣味无？哎呀，好，啊，咱即马行边仔的小路行过去。等咧厝感觉真好。哦，这应该是自发来画的哦。嘿，应该是少年人画的，啊无就是你顶迄边叫人来画的。真古水。好，安尼就恰红过啊。嘿，啊，水沟伫遮。水沟为遮来，水沟为遮来，为遮流过去，对遮探过去吼。探过去，嘿，遮咱口仔看到迄个位啊，嘿。哦。所以这个为航照电影才看会出来。你才有才调，然后上啊。哎是，啊无迄地基图。除非讲演起来才知嘛。啊地基图面顶嘛有写啦。哦，这种水泥地啦。嘿，水泥地安尼探。这种水泥地安尼对遐探过。是。哦。所以这应该要变做一个水泥地图，有大家来探险，大家来找趣味。哦，是，安尼真好耍。哦，嘿，大地寻宝。好，啊，咱来恰红街，咱来啉迄个绿豆沙。哇！这北风车。北风车。北风车是咧创啥物？北风车一个咖啡店，啊，三少年囡仔开的，足 rock 的。哇！咖啡、音乐、咖啡。啊，是手啊！面顶真趣味哦，你面顶去你下下你合袂开哦。真的哦。嘿，真的。北风车。对，北风车。真正是 rock。赞哦。这是卫力。卫力哈，卫力咧，我来了背去。还未收，还未收。台语未通啦。哦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你讲华语也会使。来，会使未？咱行起来，咱行起来。啊。结果是你台语会通。结果是我台语，我北部是，我爸爸是高雄人，所以我无即通啊，台北大。会使，这就可以啊。会使。看到无？哇，这真好。1930年的建筑，这真好呢吼。恁遮开偌久啊？买6年啊，买5档。买5档啊？买5档，还袂6档。啊，看起来会依市的哦。恁拢食到暗沟赤市，应该是生意袂歹哦。可以使。可会使吼，还行吼，还行吼。所以恁人甲恁寄卖啥物物件？寄卖吗？嘿。阮遮寄卖大部分拢是阮朋友，阮的朋友嘿。像这是阮朋友家己做的。哦。这张原本是人家的朋友，啊来遮看到阮遮做家人来就是看到。咱这满座头坐几个？我要算看卖等下。伊这少年人做生意嘛，真趣味。差不多35。35。差不多。啊，你嘛爱问因讲，因有本人。但是，唔是讲规工拢是满座啦。对，阮若是人起来点来，一个人做一道嘛会使。阮袂讲。袂甲管。袂晓管。啊，你讲有提供咧免费 WiFi？有啊。哇，真正有够不大的啦，有够辅助的啦。啊，安尼敢会balance？balance。
balance。会趁诶，拍会滴的啦。会滴。啊，恁两个人薪水有通？有，阮领薪水的，毋是领分红的，分红阮有分过。领薪水的。诶，啊，不，因袂趁钱的，因赚落来钱很分了哦。很分了的，每个月分了互人工。哦。你袂歹呢吼。袂讲不暇劳动剩余哦。袂惯老板的对啦。对，劳动剩余爱分落。拢是分完工的。啊，恁是大学毕业了留伫，还是因为你高雄人？无，我台北大汉的。你台北大汉？我高雄人。哦，啊你呢？你呢？你台台北人吼？啊，那会找到老家？开店之前就家己找厝嘛，找倒位都找看卖。啊，这条街的恰红鸡。恰红鸡。诶。是阮朋友的妈妈有介绍过，但是迄当时来找先找无，第一摆的时阵，阮是第二摆来遮才看到。哦。啊，迄当时，嘛是运气比较好。当下来的时阵，厝顶就安尼。无，阮家己我一空的。你家己想的啦吼。家己想的啦。但是。哦，我一空互光线落来。对。啊，不过这个气窗应该是古早个留的。太子咯。嘿，太子老啦。但是即摆无用封条啦，但是较早阮师傅有甲我讲，迄是，但是互热气出去。透气啊吼。透气的。我听魏丽讲，一开始你流水，你那个是家己爬起来用水里空去拍。哦，阮家己拢但是涂骹的流水是当然是请师傅，但是一块小块物件，安尼即间厝就流出来嘛。即个所在有一寡问题，我们要家己处理啊。就真厉害呢！我顶届来的时阵，迄大豪鱼等级啊，内底哇，拢无代志。哦，这杯咱安怎叫？西西里。西西里。西西里。还是雷梦？雷梦口味的，但是我们菜单上面是写西西里啊。有影，这热天时吼。啊，佫会闷泡咧。哦，你家己摇。家己摇呀。哦，倒遮久啊，佫啉无咖啡啊，拢泡呢，哇，真高哦。你安尼算头工减了，还是算做了真？因为阮内面无掺水啦，因为想讲口味较重的，啊，啉较紧的，安尼较爽快。哦。有影赞嘞。等下。少年口味。阮老大人吼，较爱食苦的。哦。这有清甜。啊，佫柠檬，这热天时吼，啊，但是迄苦感走出来。这你配方是家己调的还是安怎？你讲咖啡，配方。以前，阮有一个头家，伊进前做工课的所在嘛有买这款饮料，啊伊家己嘛足介意，想要买，啊就阮开店之前有家己试看卖要安怎调整，较甜较酸安怎，安尼个调整。这有影少年口味吼，真好，今日来遮学习，看你安尼哇，20几岁做头家，不，真好，咱遮叫北风社。嘿，对，北风社。哦，希望恁能找北风北，搁连庄。认真，认真。甲这厝地佮继续经营落去。好。哦，希望咱。希望。下一厝来的时阵，因仔佮原在。好。哦，继续经营。加油！加油哦！好。哦，加油！咱来第2间来看，佫有啥物出头？恰好过。所以我大学的时阵，每个礼拜都来这边玩这样，然后就觉得，如果在这边能够开一家店，然后在这边卖一些饮料给大家，逛街很热啊，然后可以喝这样，然后就觉得还蛮不错的。我们伫台北市内底有一个小桥流水，还有一个花园，逐天会去伫遐变草啊、变花，这真幸福的，真奢侈。咱我想讲，这个是咱台北的生活，啊，这个蜿蜒的小巷内底，突然佫一间店，啊，佫洗头，再佫一间店。永远拢有趣味就对咧，咱希望讲会使保持这个上宽的这个巷弄文化，可以来永续发展。你在赤峰街行啊，西来西去，敢会喙焦？你一定会是想要买一饮料，食凉的。即马吼，这少年人吼，
送到这个 logo， 啊个老片，就啊这以早那会讲啊，这也当做 logo， 这是啥物卖啥物物件？来遮看，哇，这个卖绿豆丸啊，我来试看卖吼，看会当点餐哈，哦，米，点这些。 未完哦 ，L， 你搞完配料，一杯茶啊，安尼，哦，过来，付款，现金，要求。 我闹开啊！闹开咯，这真正老人。现金？哦，无啦，这恁咱若无吼，爱心捐赠，爱。会使袂？ 找14块，啊叫咱兰心当台，哦，啊这是恁爸咧买过对唔对？嘿，他无你家医生咧好啊？我研究真久啊，我总算是成功啉到第一杯啊！我过去3个月我想要买，啊这真困难啊！你看到这吼，我无办法。人是上台。人先。 来，头家啦，头家，少年，你叫啥物名？我叫 Heaven 就好。 Heaven， 嘿，天堂的 Heaven。那是 HAVEN Heaven。HAVEN。嘿嘿。Heaven。嘿。Heaven。嘿。I've been heaven。迄个中文叫做港口。啊，港口啦。嘿，港口。唔是咧，那天堂啦。嘿。你在遮4个月。4个月尔。 啊，哪会想讲要来遮？因为我大学的时阵就，我拍摄我不要紧，没关系。因为我那时候常常来这边逛，然后就觉得，这边是一个很适合就是大家文青啊、年轻人啊很喜欢逛的这个地方。然后每个礼拜都来这边玩这样，然后就觉得，如果在这边能够开一家店，然后在这边卖一些饮料给大家，逛街很热啊，然后可以喝这样，然后就觉得还蛮不错的。 你讲你大学的时阵就踮遮踅过啊？对啊。踅到家己想要伫遮开店。对。有这种的，啊你来遮踅，你拢看啥物物件？看足济啊，有衫，还有我想一个拍摄，遮足济咖啡厅的，所以我高中的时候就来这边，就是喝咖啡，然后看书这样，就一家一家，然后一直看书这样，然后每一家不一样这样。但是你要定清者，来遮踅过的人，咱难道拢是文青？都是文青？不一定，也是会有就是家庭啊，然后国际的观光客，因为疫情现在解封，所以有很多日本、韩国、香港客这样。这边就是渐渐的变成一个台北，然后大家出来玩，然后就会想到说，可以来这边玩的一个地方。你可以讲日文。我们这边没有日文，但是我们是有中英文菜单的这样。我们有发现，就是日本客人，就是其实他们看得懂汉字，这样完全不需要介绍，他们就自己点的，跟台湾人一样快这样。但是你感觉讲，想让外国人会爱来咱这洽过？因为这边比较多，如果我今天去西门的话，我今天去其他的商圈，我会看到很多国际的连锁的商家。那些地方就我的家乡那边就有啦。那我想逛一些特别的，具有台湾味道、具有就是在地台北气息的地方，那就来这边就会看到很多独立的小店，然后都不是连锁的，然后都很特别，各自有各自的氛围的店这样。哦，就是讲人外国人，你若是去甲看迄拢是连锁的。就感觉讲啊，我来遮要创啥？啊，真正有在地特色的。嘿。但是你要开店，那就爱你那会是选择这个饮料店，其他的店是较困难，还是讲我会问你这个问题，就是讲，如果若有像你安尼的少年人，你也想要来遮开店，你会鼓励因，还是讲卖哦，我这做你真艰苦，安怎想？还是会鼓励他，因为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这边很少饮料店。
所以你能够在大家逛街的时候让大家来一杯，还有很多人都专程跑来我们这边喝饮料，会有一些台中、台南、高雄很多地方人都会跑来这边喝，所以已经让大家会。可能也会因为我们来逛中山商圈，或者来逛中山商圈就想来喝我们一杯这样，所以我们就会跟这个商圈像是共荣一样，这样很快乐。然后如果有人想要来做这种事情的话，我也很鼓励他们来做这件事情，因为就很好玩，然后而且你也会在当中就是获得学习跟成长这样。但是有赚钱无赚钱，你有压力无？点播啊，点播啊，淡薄啊，点播啊，淡薄啊。啊，这本钱是恁厝里借你，还是讲你家己累积起来？累积较久的都有。拢有。哎，我从大学就开始做家教，因为那时候我就常逛街啊，我就要在这边开店嘛，我就说好，那我要在这边开店，那我就要开始存钱这样。这少年啊，你在哪会啊？哇，真正是，咱是还是有够汉人的，咱这样遮老啊，人这样的20通话啊就做头家啊。他们你几岁做头家？我45岁做头家。赞呢！无啦。无影。啊，你遮佫看起来还佫有其他的物啊，安尼遮趣味的，迄是啥物物件？那是咱的环保杯。哦，你有卖这哦？有啊。这牛林干啊会看。哦，啊，这 logo 咧，这 logo 佫困这个困无啊，啊困无啊，佫留片。所以他很想躺平啊，这阮咱家己设计。啊，对，你的名哪会好这躺平啦？什么意思？因为就是我们的绿豆沙软绵绵的，跟别人喝起来不一样，就很像盖棉被那种感觉一样。喝了你就觉得，夏天很清爽，你很想躺在上面那种感觉。你想想看，你躺在一个绿豆沙绵绵堆上面，然后冰冰凉凉的，然后你觉得很累，或是你工作来一杯，你就想躺平这样。这唔是囡仔佫搞讲的哦，你安怎想到啊？是安尼？就有一天走路就想到。这囡仔就是安尼，这少年人吼有影有气魄，20几岁就做头家啦。但是你这店的这经营方式嘛，真趣味，真日本式。大家先买粿，再来放入去。啊，你的意思是讲尽量人工经手较少，还是有啥物意味的？因为这样就是可以跟大家互动，就是大家会觉得很好玩，很像拿一个票券来换东西这样。所以我们这边有叫取货点，就觉得很可爱。我们可以觉得我们可以买一个买完券以后，就很像日本那种感觉，然后来这边领货这样，然后这边动线也不会就是挤到，就是买完等货，然后在这边拍照，跟着我们这边拍照这样。哦耶，拍卡安尼。嘿，就不会撞在一起这样，可以让留一个地方给大家拍照，所以才会这样。但是像我甲汤姆安两个人在那恁那叫什么机器？自动点餐机。自动点餐机啦。嘿。啊，但是无讲介困难啦，目前安尼总算会晓。所以我们那边有小铃铛啊。哦。嘿，未晓用会使。哦。阮会使倒茶缸，加。哦。未晓就会当。嘿。无啦，我咧试验，歹势。哦，试到头就闪出来。哦，原来还佫这哦。嘿。哦，你少年的吼，真有替人设想的吼。但是吼，我想要问一个较严肃的问题。最近因为赤峰街啊、南溪上悬遐吼，会拄到这两位途经啦、检举的代志，你的看法是啥物？我觉得就是，毕竟我们在这边就是才刚开幕，然后才刚开幕4个月，然后如果就这样走掉的话，会有点可惜这样。而且我们的店就是没有造成就是其他邻居的困扰跟烦扰，因为我们门口也不会停车，然后也不会有人乱丢烟蒂，然后我们也没有吵闹，而且大家邻居都很爱喝我们，常常会有邻居走下来或者走过来就说，我要点一杯什么什么，可以帮我点餐机用一用吗？或者可以等下帮我外送上去之类的。对，所以我们算是有跟周遭的邻居都有共荣这样。对，所以大家对我们来讲就很像家里门口开了一家便利商店，想买什么东西都买得到，但是我们是一家饮料店。他们想喝饮料的时候就会来找我们这样，所以他们对，而且是互助的那种感觉，对，所以他们是蛮喜欢。然后所以不但我们觉得很可惜，我们的粉丝也觉得很可惜，然后居民也觉得很可惜这样。然后我们很想跟这个商圈是共荣共存的这样。然后，咱希望吼，这个问题会当得到解决，啊，恁会当永续来经营，啊，搁较发展吼，搁较好这个厝边的关系。嘿，哦，我真期待恁这少年吼。
会当搁家己生出了其他的物件，哦，搁较侪理想啊，互真侪人来共好，加油哦！好，感谢漂亮啊，感谢，感谢。哦，唔通躺平啊！啊，袂啦，恁躺平就好啊，喝完躺平就好啊。加油啊！好，拜拜。来食个。你是头一摆来啉饮的？嘿，头一摆我就喜欢啉绿豆沙，不过以前拢袂，唔知要安怎点。所以你也看吼，恁这店家吼，后少年一辈，嘿，后像你这中年的，哦，我这较少。你这较少。嘿，我算说你是少数，对，我拢少年人。拢少年。你安怎看待？因为我头仔看了真两组少年的，老实讲，我感觉伊真勇敢的。是。吼，那是你20几岁时阵，我唔敢做这款代志。你唔敢做这种代志吼，惊讲甲厝里老爸老母的钱败了了。是。吼，啊伊佫家己添。而且开的拢无相共，这个是重点。每一人每一人一样的吼。因为因做的代志拢是我想象不到的，想袂到的，最精彩的。而且哦，你看伊这真侪色彩啦，还是这个经营的模式啊，足认真的。有少年人的迄种看起来真轻松，但是你来真细节甲看讲，啊伊做了真认真。是。哦，有这个专业在。有。哦，这看起来你睇看起这个heaven啊，看起来敢讲的安尼。哦，所以咱做长辈，咱这算做长辈啊，即有岁的人，咱来乐观来看待下一代。是。尤其看这吼赤红龟，哪来哪去吼。我头仔搁一个问题就是讲，啊，这本地咧做台肉店的，做汽车材料的，你认为因未来是继续留掉的，还是搬走，还是安怎？你的看法？我是希望讲，这个街区会使继续是一个新旧并存。这老的店还阁伫咧有一两间伫咧，啊，因需求还阁伫咧嘛，所以还阁有一两间会使留的。啊，新的店嘛伫咧，啊，行起来才趣味。对。吼，咱哦，定定来只行，但你就去见证讲一条街，哦，对出世，啊成长，啊老化，啊阁再生。是，为拍底街啊，变成少年人的文创街。其实以早日本时代，伊会变做拍底街啊，伊嘛是因为生活的诉求，对，来产生的嘛。而且离乡连火车头阁近。近，吼，啊，才会形成拍底街。是，吼，啊，而且即日本的文官的宿舍伫头前。伫，就是咱头迄间。吼，啊，才后来改建了，变成江间町。是。啊，慢慢啊变做一个。啊，这边是夏葵府町。哦，夏葵府。哦，是，所以哦，来到遮你若有这个趣味，啊，就欣赏这店家，啊，而且来读这历史，是，啊，搁上重要，咱今晚要来去，恁这叫做好土，足土的，足土的，红土，红土的意思啦，是，红土，恁的册店是来开讲，好，来，咱他去赤红街安尼踅一年吼。啊，当然有咱台北人的这个风情在遐吼，啊基地，佮转来到你家，这册店当然听起来真高尚啦，是哦，但是一开始我就问你，我问你上无高尚的问题，这个哦，要安怎把咱是永续来经营啦？因为咱会希望讲，一个都市内面总是要有册店吼，要有这人文空间。你安怎家己看待讲你的定位在你这个商圈内面？因为咱一方面哦，因为咱的熟悉是因为赤红街甲南西商圈的代志嘛吼。但是咱的出发点是希望伊搁较钱水搁较活哦，啊饲草搁较好。啊，你嘛会希望讲你的册店饲草较好。你家己有啥物想法的？因为啊，敢若对阮来讲，阮就是本来就是伫个遮个，迄是做社区，照顾水沟仔，啊照顾时大人，啊照顾即寡老厝。那
会使生活，迄是上重要的。你想看嘛？另外一个角度来想，阮伫咧台北市内底有一个小桥流水，啊，佫有一个花园，逐工会去伫遐变草啊、变花，这真幸福的，真奢侈。啊，这是用阮家己的想法啦。啊，可是总讲啊，为即个上宽的角度来想，咱个爱想讲，为什么人会行入来内底来开店？当然，就是外口大路边啊，信义区这寡所在，迄厝税拢伤悬啊。啊，看咱这巷仔内底，咱才有办法找到迄厝税较低，会使互少年囡仔来创业的所在，会使互册店这个利润较薄的行业，会使伫咧内底来开。所以，咱即马个是咧想讲，一方面即马市政府嘛是讲答应讲明年个使来做即个通盘的检讨。我希望讲，即个通盘的检讨以后，咱会使正视一块巷弄的文化的存在，啊，莫个讲用迄啥物严格的住商分离来想象。咱个想讲，这个是咱台北的生活，这个5点45米，这是个是日本时代的寸草，啊，个是伫咧即个巷仔内底，咱咧踅，咱咧行，咱感觉身体真爽快，真趣味，啊，迄个身体感真好。啊，即个蜿蜒的小巷内底，突然个一间店，啊，个势头，再个一间店，永远拢有趣味着伫咧。咱希望讲会使保持即个上宽的即个巷弄文化，互伊来永续发展。这对阮来讲，这嘛是算社区工具的一部分。阮过去是照顾是大人，咱即马咱过来照顾少年人。显然，我问的是较爽的问题啦，吼。但是你头讲了2个重点，就是巷弄的文化，吼。你当小可用真较感性的话语，吼，甲观众朋友来了解讲，什么叫做巷弄文化？我会安尼问，是因为其实真侪人，伊本身的生活，就是伫巷弄内面，伊是在其中，但是不知不觉，吼，啊，无就是讲，伊其实有咧创造，但是生活无较全面性。你甲咱讲，因为吼，咱即个巷弄的文化，迄个是咱台湾即个建筑的兴起的时阵，大部分拢是住商来混合。啊，伊伫咧细的街廓内底，咱即个邻里拢会使互相来照顾，大家拢熟悉。会小门，会小门，啊，甲囡仔会使踢足球、玩羽毛球，啊，甲老大人会使互相来照顾。啊，伫咧你要买啥，你要洗菜市啊，行出去过民生西路就到啊。啊，要买啥，要食啥，要做创啥拢足方便的。啊，拢伫咧一个巷弄内底，啊，伫咧巷弄咧，你洗头一个，我看到一间册店，安尼偌好咧。尤其台湾人的即个生活的密度，吼，甲过去西方世界因所规划的都市的文化是无啥共款。对，像讲咱头阵啊，咱去踅赤峰街嘛，伊迄建筑就是上面，因为伊无改过，伊就是1930年代末年的时阵起的迄款店铺街屋。有7楼的，有顶仔卡，啊2楼大人5点45，嘿3间，嘿，啊咱就是伫咧想即款赤峰街的即款街仔内底来生活来大汉的，所以咱介意的嘛是即款来风情即款文化。这种巷弄文化，你敢有想过讲，那咱甲找回来，咱继续会当发展出什么物件，会当搁再生产什么物件？哦，我前一阵啊，甲迄个王小弟导演来开讲，伊讲了偌趣味，因为每一间伊拢去熟悉，个听到真多的故事，我听伊咧再现迄个故事的时阵，袂输每一个店面拢是一个游戏。咱即个巷弄文化，就是伫咧在地的实体化。咱即摆头去踅有几啊间是关迄日本的 IP 店嘛。咱也有一间咱卖是台湾的 IP 店的，作为一个迄个文化街区，我感觉伊的可能性比咱即摆看到咱头踅搁较大。我爱用时间，互你了解你家己的店啦。是，虽然咱是公共电视吼，不过你这文化性的册店，互你搁加讲一点啊。恁的册店是咧卖什么册？阮的册店无高尚，叫好土，足土的。无高尚啊，
好，就套诶。迄是因为讲我本身就是咧做地理研究，所以我的册念内底咱看到的、咱翕到的、咱看到即寡拢是迄古早时阵迄航空气象，航空电影的物件，啊，咱个用即寡航空电影来研究台湾的地理、地景，啊，每一个地景拢是一个文本，啊，看到咱过去的人际关系，咱祖先为什么伫咧遮落脚？是安怎来到遮？啊，是安怎开垦的？如何甲迄个水、甲河流来共生、来生活？战后的改变，还佫有啥物物件？啊，工业区一个气概，啊，市区一个从化。啊，咱阿嬷甲我讲的迄个树仔脚无去啊，啊，阮老爸做的水路啊无去啊，啊，咱即摆新的风景是安怎？咱未来咱来安怎做会使更好？所以这是我在做研究，所以我册念内底拢是地理书啦，啊，无就是甲风土因食的有关系的册，对。哦，就是安尼哦。但是哦，你甲咱小解者，咱后面还佫一个天井呢。是哦，这阮家己足介意的。这是本地就有诶。本地无，咱台北市的建筑啊，咱拢有天井，咱拢有庭院，啊，可是咱拢安怎？看起来，咱拢看不开。啊，可是咱即摆少子化，咱无需要遐尼多的生活空间，咱个会使甲伊拍开，互风，互水，透入来，透入来，安尼生活就变得真赞。所以这是阮足引以为傲的。啊，阮即间店本来是开袂落，我的partner本来不多。我的partner叫阿邦叔叔。阿邦叔叔伊本来开这间店啊是卖草仔地。啊，卖草仔地伫疫情的时阵啊 ，COVID-19 的迄个三级警戒迄年啊，规个拍落。啊，迄年的年底，伊本来就想要甲店结束掉。啊，结果伊个伫咧水沟仔拄着我，因为我逐工来看水沟啊。啊，我就甲伊讲，安尼天井要安怎？啊，无办法啦，咱个甲扛倒去。哪会使？啊，无咱明仔载来开册店。这是我的讲法啦。阮厝边啊，迄个做裁缝的阿美姊啊，阿美大姊，伊就甲我讲。阿邦叔叔就是店开袂落去，所以伊就是逐工伫咧水沟边仔埋伏，啊，拄着你即个戆的，掠高铁，嘿，掠高铁，啊，我讲好，啊，咱来开来咱个享受即个生活，即个天井，啊，逐工早起伫咧遮读册，啊，读个，我困一个，去，有人起入来，啊，去煮咖啡，啊，生活偌赞嘞，是安尼来啦，是安尼来，但是咱这中间顶。每一户拢有这天井吗？像这个建筑啊，伊是一个1950年的时候起的。啊，迄当时啊的都市的设计，咱迄当时啊的住宅的样式，拢是有这个后院的。啊，咱看边仔就知，拢是一直甲伊塌开，敢若 townhouse 共款啊？塌开无的，啊无本来拢爱有哦。本来拢爱有，所以咱即马你也伫咧遮买一栋厝，所以其实伊拢收头的。嘿，咱就会使甲拍开。哦，这是互大家一个概念吼。这布丁公寓哦，这50、60、70，这布丁公寓哦，来到遮嘛超过40、50岁安尼。所以大家来到遮，除了看你过去的研究、你的册以外，你希望每一个人行出去了后，泡着啥物？怀抱，也是希望对着咱整个台北市的都市啊。虽然咱是为着这个南西商圈啊，这赤峰街商圈来遮找你的啦。台北市还佫有其他的所在嘛面临相关的这个问题呢。台北市还佫有25个以上的商圈嘛是伫咧住宅区内底来兴起的，所以甲咱的问题拢是共款。啊，今仔日是干那讲南西商圈投资客来恶意检举，啊，这一届引爆，啊，以后的商圈嘛是会拄着即寡问题，啊，希望讲咱即届咱有变成一个 SOP 吼，台北市以后知影要安怎处理，咱一个来拆弹，一个来处理好势。啊，另外一方面，阮嘛无希望入来人干那是因为咱是南西商圈，阮是希望。入来的人，你会使看到你家己的故乡，你过去生活的所在，你会使找到你未来你生活的盼望，这是上好的。来遮毋是咧救济，是自我救济。是自我的救济。是自我救济吼，但是来救济咱台湾，以及咱生做这个体质，是吼，这商圈生做这个体质，咱安尼生活，
发生了问题，但是你认为，譬如讲，伊若要煮食，还是讲即个油车，即种问题，现代科技敢毋通解决？有办法。咱即马咱拄到问题，咱等去看咱40年前定的迄个土地分区使用管理条例。伊为什么规定讲爱8米你才会使煮食？因为咱过去咱农家厝过去迄个消防的技术嘛无遐好。咱即摆咱有防火建材，咱毋免明火，咱就会使插菜。咱消防车3.5米的巷仔伊就会使开入来。所以咱即摆的消防科技会使做了愈好。而且另外一方面哦，你看我天气拍开。我逐届啊，拢是阮的人客闻到讲，头家你有闻到迄个炒火打的味无？啊，阮个现冲出去，冲去后壁迄阿嬷因厝去灭。阿嬷的哦，炉具干烧，咱即马台北市电发生的火灾，就是安尼，咱是大人，拢是是大人袂记得啊，出去洗一个鸡，袂记甲需要搁咧煮，阮闻到味，没妙哦，闻到味，阮就灭火。变做你是警报器。我即摆4遍啊，灭火4次，炉具干烧，真的啊，熟能生巧，拢知倒一号啊。哇，这实在吼意外的作用啦。所以咱知影讲过去的都市计划法规，伊的理想是啥？可是伊的现实到不了啊。颠倒另外一方面，咱即马少年囡仔伫咧这社区的作用，佫袂输是迄个轻盈共居，照顾这个老伙仔，处理即款炉具干烧，处理社区的消防问题、防灾问题，颠倒是做了守望相助做了一级棒。那一条水沟吼，那一个册店，那一个商圈，佫人的故事，吼，人的生活，佫人的愿望，吼，咱真欢喜啦。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港界吼，佫有即轻盈共居，吼，看到咱台湾未来的希望，大家共同来找答案，这是咱真正吼要生活落去的真正的目的。无毋对，吼，感谢你汤姆吼，在会记，而且册店来个交关，来个欣赏因兜的故事，创造你家己的故事。